国家语言发展法施行了后，真侪博物馆拢有推广台语相关的活动。国立台湾博物馆最近就有规划台语导览馆的培训，希望未来提供台语的导览，互民众认捌台湾的文化甲知识。咱台湾岛就是伫欧洲、亚洲、大陆板块、甲菲律宾海板块两地板块安怎互相相克、相争、相落。导览员用台语咧绍介台湾岛安怎形成，这是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台语导览员因培训的成果验收。应用国家语言发展法，为着要互民众来到博物馆，通听到台语的导览，台博馆的导览员参与台语培训计划，嘛着家己传资料加练习。导览员讲，这是真有挑战性的代志。你讲这2礼拜真正袂食袂困，大家拢足紧张。用华语讲，大家下叫，你也要用台语全台语讲，这实在是无简单的代志。导览员也表示，用全台语绍介台博馆内底各种有关台湾文化生态的知识，爱做真侪功课。不过用台语来了解这个岛屿的万项代志，伊感觉是认捌台湾真重要的一部分。台博馆也强调，这个导览员需要经过台博馆的专业人员，佮有台语顾问的审核，才会当正做正式的台语导览员。志工因的导览拢会使有加一个台语的服务，安尼嘛代表讲，其实未来阮其实毋是干那语言面顶的即个加一项尔，其实是代表讲台语文化真呢入到阮的博物馆内底，变做一个较生活内底的一部分。台博馆嘛表示，即摆会先伫本馆推动台语导览，未来逐礼拜会提供台语导览的服务。接落来，因会继续规划台语的培训，扩大栽培其他分馆的台语导览人才，互愈侪导览员通用台语，互民众了解台湾的文史知识。记者张家佳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